1841年開埠之前，香港就有唔少嘅廟宇建築圍村大澤。開埠之後，更加有歐式嘅住宅、西式嘅教堂，以至係印度廟、清真寺，仲有一種隨處可見嘅建築——唐樓。因為唐樓最初就係喺高地價政策之下，一啲有錢人起嚟租俾窮人住嘅一種樓宇啊嘛。咁所以你起好一座唐樓之後咧，室內基本上除咗得個廚房之外，其他嘅部分係唔會有任何間隔，因為方便你哋自己去進行一個間隔去再居住啊嘛。咁冇任何間隔嘅就係唐樓。咁我哋而家睇到佢其實係十分之氣勢磅礴啊！如果由砵蘭街嗰邊望過嚟嘅話，咁除咗係因為佢嘅佔地嘅面積好大之外咧，仲係因為佢其實沿用咗一個叫做退台嘅設計。咁呢啲其實就係早期嘅唐樓一啲建築條例，為咗防止啲樓層過高嘅唐樓遮咗街道嘅陽光而起出嚟嘅。咁所以你會睇到，即係譬如個太陽喺正呢一邊斜角射到落嚟嘅陽光，仍然仲可以充滿條街道，就係咁解啦。咁喺以前咧，其實佢就唔係一種單獨存在嘅單邊唐樓嚟嘅。以前鄰近嘅3個街號加埋佢就4個街號咧，都係一式一樣嘅建築物嚟嘅。咁但係而家我哋睇翻啦，得翻亞蘭街6號嘅呢個位置就僅存翻戰前嘅唐樓喺度。咁到底係出於咩原因呢？喺戰前其實大部分呢啲唐樓嘅業權都係集中喺一個業主手上。咁但係去到戰後啦，因為想多啲人有屋住啊，咁呢啲建築物嘅業權就開始變咗係一個個單位或者一層層咁樣賣，就分散咗喺好多人嘅手上。喺我身後嘅呢個位置咧，其實好容易就睇到。當年係唯獨是6號嘅呢個位置就並冇俾發展商收購到。香港而家嘅話，我數埋都唔夠10棟啊！即係呢種咁特殊嘅形態。以前成條彌敦道咧，其實好大機會都係同彌敦道729號一樣，係一式一樣呢啲咁古典嘅建築嘅。咁但係喺80年代去到2000年代出現咗好多嘅都市重建嘅項目之後咧，咁就成條彌敦道變天。因為大部分唐樓點解冇保育或者列唔入一個歷史建築嘅評級，主要係因為冇乜重要嘅歷史人物住過。咁但係呢一座唐樓咧就有嘅，就係大名鼎鼎嘅洪拳宗師，咁就號稱叫做朱玉榮、林世榮嘅徒弟陳漢宗師傅。咁呢位陳漢宗師傅19歲就已經出嚟傳授一個洪拳啦。咁除咗佢有投身過呢個抗日事業啦，有喺呢度教過鐵打之外咧，其實喺1960年代好多嘅黃飛鴻電影咧，都係由呢位陳漢宗師傅做一個監製同埋一個指導，因為佢有種種唔同嘅努力嘅，所以後期佢仲獲得過一個英女王嘅勳章。建築除咗係人嘅住所，亦都見證所在街道嘅歷史以及社區發展嘅過程。喺呢個急不及待向前發展嘅時代洪流入面，我哋又應該點樣保留呢啲具有歷史意義嘅建築，同埋佢哋所承載嘅過往呢？咁起呢座樓嘅嗰位屋主就叫做雷亮啦，咁佢係九龍巴士嘅創辦人之一。咁但係自從1970年代咁雷亮先生離開咗之後，咁呢座樓亦都隨住啲家族成員遷出之後，慢慢變咗荒廢啦。咁直到2000年之後咧，咁就家族嘅後人就決定將呢座唐樓啊，以一個私人建築捐贈嘅方式捐咗俾政府，咁慢慢先至通過歷史古蹟嘅評級，升到而家變咗法定古蹟。並且仲用翻佢原本嘅一個用途，就係做翻浸大嘅中醫藥。咁雷生春原本係賣鐵打酒嘅，咁而家做一個中醫藥診所嘅用途，其實我覺得係一脈相承。喺而家呢個高速發展嘅社會入面，唐樓同埋其他古舊嘅建築一樣，都面臨住拆遷同埋改建嘅命運。要留住所有舊嘅唐樓，幾乎係不可能嘅任務。唯有通過唔同形式嘅保育，希望令更多人意識到呢啲建築唔單單只係磚石同埋水泥堆砌而成嘅結構，更加重要嘅係佢哋係香港歷史發展嘅見證，亦都係幾代香港人共同嘅回憶。